农民有阿顺讲，前面做是土匪之人，是甲阿顺仔教导人员自古保护自己家园，保卫在地之下，高声七条。有25个钟头完成这组助力仪式，形成自觉仪式，有望上道成为职业联盟制度，就如同宋江时守护家园的精神。今天在地农工将以阿顺仔以及在地集团的本尊。结合宋江金作为守护家园的精神，带来传统的武术表演，形象气派。哇，我们说呢，西盘武术呢，全台的非常的知名哦。人家说香港呢会说是方世玉哦，台湾的武术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这个西罗西坎阿神斋啊。哇，这团呢就是来自呢我们的阿神斋的够中哦，西罗西坎。而且呢，用了我们的西坎呢，当地的统合了5大的武馆哦，这些呢，老师傅啦，哇，全小师傅呢，武术上面的指导跟加入了各位来大兵哦，所以呢，这一团的这个武术上面呢，哇，分数呢，想必可以得到很大的这个裁判委员的青睐哈，甚至呢，少。中西哇都可以同台大胜哈，小朋友最小的8岁，最大的呢有老教头也亲自的上阵哈，所以呢今天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了哈这个新时代、跨时代、跨国界，而且呢我们靠的呢不只是武力，更要用心团结哇，让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可以看到哦，我们呢西罗农工他们呢。结合了当地的武馆的武术，哇，再加上呢，他们呢精心的学习呢，希望呢不负呢去年呢这个佳绩，今年呢再战大会。现场的朋友，你们的加油声跟呐喊声，他们都听得到，为我们西罗农工加油，好不好？对他们我们旁边所有的会场朋友，会来。
人家这个里面来发挥，到了到了了，人家往往有些到了大人呢，都是很可以，大可以，这个还是讲好的人，当然这个到底这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原因，当然你们见到如何来做好这个，他们来我们的好。在这段时间，人工湖大概希望人工湖第一从劳动力这里，然后利用第一营养体，因为引入很多更多的使用，为什么当然人体的变化还这边呢，更难的问题，因为更加保护的人为口中，将后人物出来，不设计马路、桥梁、岛、地道后，更难的要对让人为融合，因为要在中大目标和把握，经济保护交换，到更大的手法中自己提高。老家的一些发展情况，他讲到多个主题，文、墨、以、辣、海、粤、闽、汉，他的讲的经常会变成说派型的，当然也要这个方法，比如今天光明、运、大、金、黄、黄、大会，因为更多的在其他。为什么这个我提出那个因为这样的人很经典应该他们的商务说他很辛苦不讲究其实太什么的人太有要求也是的对方可以帮我们看看东西
这里黄蜂结草，蜂巢长期与他们建立的他们就是家五年正常，我一好回温，但是主要解释在那种我们的基大家生活。
谢谢大家。